后来乡亲啊，过来这件是政治评论员温隆东来压料，讲国民党的立委罗定伟的假阿兄，也就是无共爸母的兄哥，12年前犯强盗案，当时是使用罗定伟手机的门号，而且罗定伟疑似是知情不报，犯案的车辆车主是罗定伟的老爸。罗定伟早起出面来回应，讲伊的假阿兄过去确实有犯案，但是已经互关出来了。伊本身并无卡到这个案件，只是去做证人。伊希望政治会当保持一点人性，莫牵连伊的亲人。政治评论员温隆东伫咧面册铺文，2013年台中一间电动机去抢劫，就可能就是国民党立委罗定伟的假阿兄。温隆东质疑罗定伟当时若提供手机啊，佮暗砍这件代志，10多年前的案件去面喙吹出来，罗定伟今仔日正面回扣，一先进假阿兄已经互放出来啊。我的继兄也已经完成了他应该要交代的，大家不应该去追究这件事情。网络的漏收跟霸凌，请冲着我来。当时这件手案，罗定伟的假兄杨先生和另外2位斗阵的到电动机路口，杨先生或者伫咧车顶看头，另外2人摕7套名册到电动机内底抢劫，除了抢人客身上财物大约2万块，佮甲劫者押到附近的超商抢收金机内底2万块现金。落尾杨先生却发现以强盗罪判有期徒刑8年时间。当时杨先生犯案使用车主是罗定伟的爸爸，手机也是罗定伟的。来到罗定伟因兜经营的牛肉面店，店家已经无伫咧做。厝边头尾拢知影罗定伟有假阿兄，嘛听讲过伊捌坐过监，毋过毋知影是犯抢案。10年前捌去暗抢的电动机啊。电动机哦。电动机啊，你敢捌听过？电动机我唔捌的。隔壁讲罗定伟的假阿兄杨先生放放出来了后，即马离世上班，生活正常。毋过防指控当时提供犯案手机门号，罗定伟讲甲真保守。判决大家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吼。那我们是非常单纯，就是去担任证人。强调家己是去做证人，配合法律调查。面对这一指控，罗定伟希望政治唔通搁再牵拖到因兜处理的人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